咱再来看5年前，有日本的游客去屏东垦丁后壁湖呛水，因为教练无重视到鱼鸭的问题造成爸倒水死亡。屏东地方法院是判呛水教练翁仔某个公司得爱赔偿2070万，这嘛是台湾呛水死亡意外赔偿上悬的纪录。专案是会当个上诉。海巡人员骑水上奥多麦，伫垦丁后壁湖这片海峡来回超水，约1点钟，总算是发现失踪的日本籍呛水客。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死亡。担任教练的细龄翁仔某涉嫌刑事过失致死罪，死者家属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顶一日民事判决。教练翁仔某也有因的公司爱赔偿死者太太、查某囝，也有爸母，计共2070万块。负责人的一个疏失造成他潜水的时候溺毙而死亡了。死者家属原底求偿8000多万，法院判2070万外块，专案阁会当上诉。不过，这嘛创下台湾呛水死亡意外赔偿的上悬纪录。其他教练是认为，鱼鸭平衡非常重要，若无注意，可能造成性命危险。做一个指导或者做一个手势的指挥，看他哪里有问题，耳朵有问题，手势稍微晃一下，我们知道他耳朵就有问题。然后我们会教他做耳压这一方面的一个平衡。学员的表现怎么样？然后他的姿态是不是 OK？那甚至说他心理上他是不是会过于的恐慌？或者说他其实只是紧张？这个要能够去分辨。其他呛水教练指出，呛水会当分做体验，也阁有要摕呛水证照。若是要摕证照，至少要3天2暝，卖互人客注明健康状况。若认为状况无好，卖请对方去病院检查了后，提供医生的证明。呛水的时阵，除了教练要随时注意人客的状况，民众若感觉身体无爽快，嘛千万唔通勉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